今仔全国拢着学了摇花，因为摇花伊是好的，伊是自然，万物拢是伊看做好来所创造的。这是咱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宾州彼拉多殿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入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做社会肉体搁活，永远荣耀。阿门。咱要伫耶华所定日子内欢喜来学乐，恳求圣神透过咱的学乐的诗歌来提升咱，来充满咱的心。咱的心是甜蜜的，亲像降落雨水一样。主奇妙双手要保守咱的心，是日日来更新的。咱日日来祈祷，为着咱家己的性命，亲像主耶稣，咱会当搁哪亲近伊，哪亲像主耶稣。咱做来吟这首，我仰望你，我只仰望你。你是我主，我的梦，是我的一生，只我甲快乐。我要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爱甲敬拜。我的心靠无，要互你欢喜，我相信你快乐敬拜。我的梦是我的一生，将我甲快乐。我会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爱甲敬拜。无要互你欢喜，我相信你快乐明白。主是咱一生的主宰，咱的心，咱一生要由主来掌管。主是咱的照伴，咱的快乐，咱要伊来切切来恳求，咱的心要来靠无伊，咱的一生要互主来使用，因为伊是咱的主，伊是咱的王，是咱的冠带，是咱的盾牌。咱搁做来吟一届来。我主，我的梦，是我的一生，只我甲快乐。我要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敬拜，我的心靠无，要互你欢喜，我相信为你快乐敬拜。你是我主，我的梦，是我的一生，将我甲快乐。我要你切切恳求。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爱甲敬拜。我的心靠无，要互你欢喜，我相信你快乐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是我
我的王，你是我关爱甲敬拜。我的心渴慕，要予你欢喜，我深深你归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爱甲敬拜。我的心渴慕，要予你欢喜，我深深你归了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爱甲敬拜。我的心渴慕，要予你欢喜，我深深你归了敬拜。我先敬你敬拜，我深深你归了敬拜。我深深你归了敬拜。主是咱的召唤，咱的开咱，是咱一生的拯救，嘛是咱的关怀甲敬拜。咱的心时时要来靠无伊，咱的心时时要仰望伊，来感谢伊，全心全意来敬拜伊，因为是统管全地永远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伊，咱做用花鼓来吟一首全心全意敬拜你。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界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界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循你旨意。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界生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你的名。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循你旨意。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来为要崇拜你，我这为要遵循你旨意。你是阿法欧梅嘎，传颂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你是阿法欧梅嘎，传颂你
将荣耀归于天父上帝。感谢主，阿门。咱的主是祈祷的主，嘛是落尾的主。咱的主是永远的主。咱求主牵起咱的心，咱有正直的灵。咱要哪亲像主，哪亲像主，哪听主。咱用心灵诚实来追求伊，来超找伊。咱就来吟这首《愿我的哪听你》。世间，咱安乐得意，其实这拢是无实在的。但我愿意来放散，才会专心来超找你，来追求你，时常来警醒，心切祈祷无煞，哪句话哪听你，话哪听你，愿咱的哪听主耶稣基督，亲像主一样。咱来吟第一节、第二节。做事来填满咱，但是主甲咱讲，义人有主通靠，义人有主通靠，要欢喜来学乐。义人有主通靠，咱的心要得到头办；义人有主通靠，咱要得到欢喜，得到学乐。咱继续吟第三节，世间虽有艰苦。神会快乐，会随咱。咱若年长的人感觉哦，我是影遮无快乐，我是影遮心情遮艰苦。但是
其实这是身躯外在，但是主耶稣讲，要互恁逐工日日的心神来更新，一直到年老有一天要见伊的面。所以咱毋免为着这来烦恼，为着这来快乐。咱的心永远勇敢对主来行。咱来吟第4节，咱让来孝念主，为咱来牺牲。虽然随他随他，因是神圣，我心有望勇敢对你来行，也在基督里，咱不为那家里，我家里，我家别切基督无离。主耶稣，你是起头的主，嘛是落尾的主，嘛是永远的主。你的真理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到永远拢袂改变。虽然这个世代咧变迁，亲像海狮要将阮吞食，白血阮的心，来行袂路。但是主耶稣，你是阮一生的拯救，你要救阮脱离一切试探、迷惑。阮感谢你，因为你要做阮的关台，互阮的倚靠，你是阮的盾牌，互阮有勇敢坚强来接受挑战。虽然阮的身躯有衰烂的时阵，但是阮对你的脚步反倒当你日日来更新阮的心，你照顾阮无离，互阮无欠缺。主，阮感谢你，我嘛感谢你，互阮大桥教会来经历了最的挑战，但是阮有阮的心。虽然有拄着苦难的时阵，阮的心永远坚定，要对主来行，为着福音来拍拼，为着人的灵魂来救赎。主，阮求你帮助阮的教会会当亲像主你伫我们中间，我们日日来更新，毋但伫阮的心，伫阮的教会，逐项都要来更新。我们今天的敬拜，透过吕牧师，阮会当领受，会当满足着阮的生活，伫一礼拜中间。圣经来对阮的勉励，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继续来祈祷，参考咱的周报内页讲道的事项。咱为着咱家己本身，为着咱的信徒灵命，为着咱的同工服侍，为着咱教会亲人儿童，为着咱教会的捐款，为着软弱的软弱者，伫咱的传福音的行动，以及伫咱的朋友、新朋友的关怀带导，也是伫咱有身体欠缺的兄弟姊妹，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嚟到我们中间。主耶稣，你互阮不断的祈祷。感谢你听我，感谢你帮助我，互阮来当有份，才做你的
主啊，所以阮伫你面前恳求，你听阮的祈祷。主啊，伫阮的本心，阮有足多不足的所在，有时阮互阮的，互阮家己，也是互这世界较赢，无靠着你的事，求你赦免怜悯，也恳求你带领伫阮每日，互阮去掉你，互阮愿意搁较侪时间甲你互通相通，互阮的性命来为你而活。主啊，感谢你听阮，为阮来牺牲你的十字架顶，感谢你也互阮会当愿意继续去掉你的疼，来听人学习怎样来甲人分享你的话语，将你的福音传开阔伫即个社区。主啊，求你小使阮困难，也互阮软弱，阮软者，但是你要接住阮的关带，你是阮的瓦靠。主啊，阮感谢你，你是阮的牧者，你带阮到伫安息，伫迄个溪水边。主啊，我们信靠你，我们仰望你，我们倚靠你，我们要靠阮家己，咱是要靠万军的上帝。主啊，求你来为阮开头前的道路，帮助阮伫面对这世间的最侪诱惑的时阵，互阮知影信靠你，互阮靠着你的话语来面对阮的困境，也互阮知影阮毋是一个人，互阮知影阮是靠着你来行来活。阮伫你面前，愿上帝你也赐福伫阮所看落的一切，拢会当交托信靠。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拢是靠主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声。咱即时做伙来启应文第50篇，以赛亚书61章。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应允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赤人，宣布受领的得到透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互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为信任，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做伙来吟信诗，信诗194篇，开我目睭，互我看去。咱做伙起立来吟。
请新歌队来吟诗献诗，予咱的上帝。因要吟的诗是诗篇23篇。
咱感谢圣歌队的献诗，互咱相信耶稣的人，拢无欠缺。咱即时来关心咱教会大细项代志。本主日是家庭协谈中心的纪念主日，感谢中华路教会女牧师今仔日的正道甲分享，也请兄弟继续为着家庭协谈中心所投入的事工作关心大道奉献。今仔日11点到12点，咱举行新老病院社区卫教的讲座，对大肠癌防治看医疗文化。咱的讲师是唐修志医生，地点伫咱本会1楼的副堂。会后也请兄弟留步参加。第2堂的华语礼拜，咱嘛暂停一摆。今仔日下晡请有参加宣告106档感恩纪念音乐会的兄弟姊妹有取票的，会记你伫3点半带恁的门票，有坐福音车的人，请伫2点半伫教会集合出发。感谢主，昨咱大桥幸福青年迎新餐会来顺利完成。会中有16名学生、3名的家长参加，也愿主信心继续来保守咱未来青年的盟友关怀工作，也请关心大道。本周拜三4月30日下暗7点半，咱要召开第4摆的小会，也请拜六5月初3下暗7点半来召开第2摆的中职会。伫1楼的教室，也请中职同工备万心来参加。本会前圣歌队指挥许玉成老师伫5月初3拜六下晡2点到4点要举行为爱歌唱来自声乐家与钢琴家的祝福，地点伫许时音乐图书馆1楼的乌鸭肉剧场，也请兄弟踊跃拨空参加吼。咱只是来看咱的圣经哦。等下，咱做伙来读咱本周的金句吼。台语，毋茫无得到见效，因为上帝会听对所守护咱的信心来灌压咱的心。这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已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章5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罗马书5章1节到8节。第1节，既然咱对神受称作义人，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咱对神通过基督，通进入现在在享受这个恩典。欢欢喜喜，毋茫通分享上帝的荣光。毋若安尼，伫患难中，咱犹原欢欢喜喜，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毋茫，毋茫袂得到见效，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信心，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咱要软弱的时，基督伫上帝所指定的日子，为着有罪的人死，替义人死差不多无，替好人死检采还有人敢。毋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要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总然今仔日无爽快吼，所以伊无读中文的圣经。咱只是要请主日学的小朋友来前面哦，咱要请牧师来为因祝福祈祷。来，咱请咱的小朋友来到头前吼，哇，好可爱哦！好，OK，
咱当时来为着咱大家教会遮可爱的小朋友来祈祷吼，这拢是咱的祈祷，咱未来教会复兴的愿望。上帝听大大充满伫咱大桥教会，甲咱这每一位小朋友的心上，互因的恩典财灵，互上帝听满满来充满。咱三个来祈祷，你买咱举手来为咱的囡仔祈祷哦，吼！咱三个来祈祷。阿爸爸上帝，主感谢你。主啊，这是你的宝贝，你的囝儿、查某囝，拢伫即个所在。伫大桥教会，伊要领受大大的恩典，充满伫即群小朋友的心上。主啊，伫因的学业，伫因的健康，伫因的成长，伫因的家庭，拢充满耶稣基督的疼。也互因看见上帝日日在引带，互因的智慧甲因的心良，拢伫上帝甲人的祝福内底来长大。主啊，因要成做大桥教会的光，大桥教会的盐，成做大桥教会的基石。伫未来，因也要服侍，因也要成做社会的栋梁，因也要成做即个世界的帮站。亲像主耶稣伫服侍共款，因也愿意谦卑服侍伫大桥教会，甲每一个所在。主，这拢是你的囝儿，你来帮赞，亲自看顾。家庭的快乐，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啊，甲因拍拍手，感谢上帝。这个是我丢下来的哈。好，两位兄弟大家平安。啊，真欢喜吼，然后阁有一个机会来甲咱大家教会，甲大家分享吼。咱的牧师、牧师娘的邀请，咱的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吼，会当来接纳，互家庭协同协会会当伫遮甲大家请安报告。头拄我伫礼拜中吼，听见咱的毋管是敬拜儿乐，咱的诗歌，咱的信歌队的歌声，我拢足感动的吼，拢忍不住跟着一起摇摆起来，唱歌起来吼。这是伫音乐顶面吼，我真大享受吼。咱嘛知影，咱的家庭协谈中心吼，你敢知影家庭协谈中心伫咱台湾台南这个所在办几年啊？很多年了吼，伊到即马想讲是47年了哦，47年吼。伊对1978年的5月20吼，正式来成立，是咱台南中会成立的吼。伊是叫做台湾台南基督家庭协谈中心呐吼。歹势，我袂记起我的即个投影笔。伊的 logo 设计就是安尼吼，它的 logo 设计就是这样吼。伊透过面对面的协谈吼，甲遮个家庭中需要关心的状态吼，家庭中足侪状态发生嘛吼，有翁仔某冤家啊，有家庭的亲人的无爽快啊，等等遮个吼，就提出即个帮赞吼，所以中会就设立吼家庭协谈中心，嘛透过每个月4月份来设立即个奉献主日，来帮赞家庭协谈中心的活动吼。恁敢有邀请过迄个家协的讲座？伊拢有一届会当来教会免费演讲哦，吼。像阮教会嘛有邀请吼，所以像主日学啊，伊拢有亲子协谈吼。像咱的长辈，伊嘛有长者的协谈，伊拢会请心理辅导的基督教的老师，甚至有一届上年，阁有请因来帮阮做手作，教阮做迄个手作的物件。所以爱把握即个机会吼，伊拢有免费的一届，互咱会当来申请，来去教会来做一个上课哦，也是帮赞，也是主日学亲子的培养。哦，像阮即届6月8号，嘛是邀请伊来，阮拄儿儿童主日。邀请伊来甲阮教即个亲子要安怎来互相沟通的课程吼，所以咱安尼把握即个机会哦吼，不只是奉献，伊嘛会当来甲咱教导吼，这是会当来互相提醒吼。所以今年是47岁，伊吼咱的家协是47岁，真需要咱的孩子做伙来关心带导吼。
今仔日咱也家协嘛做一个足特别的影片吼，咱等下来看即块影片好无吼？来，互咱了解啊，伊咧帮衬啥物，伊咧祝福啥物，伊咧教导啥物，伊会当互咱教会有啥物的资源，互咱需要兄弟啥物款的帮衬。咱来看即块影片吼。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走进台南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因为对家协的感觉是我应该不需要，没有想到却在我离婚快2年后，身边的好朋友一直鼓励我应该走一趟家协，让专业的协谈老师听听看我是否真的走出离婚的伤痛，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觉得我已经不在婚姻的伤痛当中了，也把心情处理得很好了，因此决定预约家协协谈，因为真的很想确定自己是不是处理好当下的心情。跟协谈老师谈了一下我离婚的状况和夫妻相处的模式，协谈老师很有耐心地听完了一切，用他的角度来跟我分享。原本以为这个婚姻当中我很挫折、失败，觉得离婚我有很大的责任，但却从协谈老师的温柔话语分析中，真实地感受到上帝在我离婚当中对我无比的爱，我才开始明白，离婚并不是我的错，是上帝感受到我有多么的痛，爱我的上帝也不希望看到我这么长久的伤痛，因此让我所有离婚的过程走得比一般人幸运而简单。这些都是我从协谈当中所得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我知道有一位神在我的婚姻当中，他一切都明白，让我的心非常得着安慰。我当天感觉被释放了，我也不再怪罪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被上帝深深爱着的宝贝，我不再在意以前的婚姻当中我有没有被爱，我只单单的在意神好爱我。经过了这次的协谈，我才知道，透过协谈真的会让我看见不同的自己，以及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事情，不再执着在自己内心世界所想的。真的是很庆幸我有来做这个协谈，让我可以轻松的踏出家协，告诉我自己，我现在是一个单身的幸福女子，因为我是被神深深爱着的那个女子。之后我也陆续参加了家协所举办的梦的解析线上的课程，透过课程让我颠覆以往对做梦的感觉。原来圣经上约瑟解梦，这不是件神奇的事，而是真的能经由解梦，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内心的感受或伤痛。当我了解以后，更能勇敢的去面对自己。协谈和课程让我整个颠覆对家庭协谈中心以往的印象。原来他们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可以让一个悲伤的人看到未来，相信神一定在这里大大的安慰跟医治很多受伤的人。我要在这里很谢谢台南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让我展开翅膀往天空飞去，相信神的美好。各位牧长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带领，
台南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伫去年所推动的事工，拢顺利完成。特别感谢正教会牧长兄姐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家庭协谈中心对开设以来，持守基督信仰，服务教会甲社会，为着教会甲侪家庭提供及时的支持甲帮助。期待今年伫主的带领以及正牧长兄姐的带导甲奉献，互家庭协谈中心的事工会当顺利推展，来荣耀上帝，利益众人。期待正牧长甲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家庭协谈中心带导甲奉献。感谢大家，愿主的恩典永远甲咱同在。是家庭协谈中心对咱的影片的介绍，伊不只是婚姻尔定亲子关系嘛是，甚至嘛有理财，甚至嘛有黄荣义牧师线上的解梦解梦这就是要先做梦，伊用圣经的观点配合心理学来甲你讲你的梦境其实对你有啥物影响，是潜意识内底的问题，还是咱的心灵地有受伤所以家协有真侪的课程会当来上这是真好的资源，咱嘛会当来使用。咱嘛继续来为着家协来关心带导头仔看到咱这位小姐，伊行出来即个黑暗，伊讲原来迄个悲伤是会当行出来，原来迄个痛苦是上帝要用加倍的疼甲伊恢复转来所以咱的受伤不只是婚姻嘛，咱有可能过去伫教导的过程内底，爸母互咱受伤，咱的兄弟姊妹互咱受伤，拢有可能所以遮的拢会当真做咱的学习嘛拄啊符合咱今仔的主题啦咱要伫苦难中来拄着上帝我们要在苦难中来遇见上帝我们要在苦难中来遇见上帝。伫教会这期内底咱拄啊过了是复活节嘛但是在复活节伫个偌节的进前，咱的耶稣基督是毋是在受苦啊？是伊嘛是甲咱共款，所以咱的宗教甲一般的宗教无共款的事即马人就热烈咧迎妈祖，但咱的上帝伫前一段时间，伊是受苦，惊迄个苦路，然后一站一站，互人拍，互人骂，互人鞭拍，伊的鞭拍，伊的受侮辱，拢成做咱的医治甲平安。这甲一般的宗教足无共款，这是一位受难的主。所以伫2025年，咱的大斋节期咱的教会拢会守一个斋节的期间。迄个期间就是3月5号到4月17号你若有去参加咱的受难周联合礼拜伫大湾你就知影，迄个是咧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的纪念主日咱纪念这位主，伊嘛甲咱人类共款，经过安尼的苦痛安尼的苦痛所以咱拄啊过了过偌一个大年，过偌会欢喜。但咱无法度去避免的是苦难离袂开咱啊，甚至伊嘛无离开上帝呢。嘛甲上帝伊的生命，甲耶稣的生命来做伙。所以教会习惯伫3月5号到17号这段叫做大斋节期。大斋节期咱就会亲像在丧礼共款较保守，袂去做烦恼的代志，会亲像在少年失去的亲人的迄种怀念，伫这段时间嘛，有教会会做禁食祈祷，禁食40天，来反省家己的罪性，要甲耶稣做伙进入迄个苦难内底。甚至是中古世纪迄中古世纪迄小道士，伫这40天的时阵，会摕迄个亲像拍耶稣的鞭子，佮拍家己，讲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这拢是大斋节期因伫少年耶稣迄个苦难的感受。其实咱反转来想，
这是耶稣为咱呢，为咱道成肉体去承受着人的痛苦。只是人用这个方式来笑念，来笑念。但是咱嘛想看卖的哦，这个时间是40天尔，但是伫圣经内底记载，有足侪人伊的痛苦超过40天以上呢。你若咧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个妇人人，伊患血漏几年，12年呢，12年呢，伊的血流拢袂停呢。迄毋是40天的代志呢，迄是12年，12年，12年的痛苦，他该怎么办？伊要安怎？12年的血流一直流血流袂停，伊开尽所有的钱财，开尽所有的一切。看所有的医生拢无效，一直想一件代志。等下耶稣若行过的时阵，我要来蒙伊，我要来求伊。所以伊蒙着耶稣的3钱尔，伊的血就止啊。这是伊的恳求甲信心，甲耶稣的怜悯相拄的时阵，伊的苦难无去啊。阁有另外一段个另外一段是毕士大池就是伊迄个圣殿的外口有一个大水池啊，遐足侪人伫遐等，毋过遐个人拢是变衰的人，毋是，毋管是目睭看无的，还是摆骹，还是无法度叮当，半身不遂的人，伫遐咧等啥？等希望啊！因这毋知破病几年啊！等迄个毕大士的池的水咧叮当，就是天使伫遐咧拉的时阵，伊要跳落内底。要得到拯救，但耶稣来问伊讲：“你爱啥物？你爱啥物？”一个患变衰超过40天的人，伊讲：“你知影我爱啥物？你知影？我当然是爱好起来。”所以耶稣甲伊讲：“甲你的迄个厝的迄个草席啊，起来，徛起来，离开吧。”这共款是耶稣的怜悯，甲耶稣的疼来拯救。咱嘛头头看到咱的迄个假死的迄个小姐姐嘛共款，伊想讲伊离婚了，伊嘛毋知伊有经过即个苦痛无。虽然即个时代咱无法度亲目睭看到耶稣，但是耶稣的话语、上帝的疼痛，阁有透过遮个家协的兄弟的帮助，带伊行出来。所以你看后尾来相片，足快乐的，伊行出来啊！所以对咱来讲，苦难检菜无法度离开咱，苦难就是来伫咱的生命中，成做一个咱找求上帝一个足重要的关键，足重要的关键。所以咱嘛透过迄个家协的影片，一直在甲咱提醒，苦难毋是马上哦，它不是马上。这苦难，除非是上帝怜悯啦，较念名仔的消息。这苦难是要经过一段时间陪伴，甲上帝慢慢亲近了后，用信心行出来，去追求迄个安慰、帮助，伫听的恢复内底行出来。但恁知现代人的观念毋是安尼哦，咱来看现代人的观念，现在。这个很夯啦，这就是 AI 的人工系统，现在都有 AI 医师了，他从全方位的断层扫描看出你的问题，诊断你全身的问题，所以对咱现代人来讲，对咱现代科技，尤其是咱生活伫亲像台湾安尼进步化的国家，较弱小的国家，咱毋免讲，咱看现代化的国家。伊的经济、伊的医疗、伊的文化、伊的民生，无像过去遐尔啊无够资源。即马 AI 智能化，阁有社会结构的帮助，互咱会当拄起足侪的苦难。咱会尽量去找医生，医生找无法度去找 AI 医生，帮咱正确的下药。但是遮个代志，遮个丰富。遮个资源有够野的时阵，咱敢会拄着苦难？
嘛是会啊，吼，一定会啊。人苦难到可能无去，才一直在进步。但咱的苦难嘛伫咱心内，亲像迄个发酵共款吼，发酵共款，嘛是会累积愈来愈济啊。迄甲心灵有关系啊，吼，甲心灵有关系，吼。所以吼，咱就开始怀疑。是我的信用出问题吗？吼，啊，若别个宗教就开始怀疑讲，我敢会卡着什物歹物啊？哈，我明明着拢，我拢看上好的医生，安尼奇怪，哪会安尼？吼，啊，有一位马约翰牧师吼，伊是一个外国的宣教师，伊伫台省教册台湾神学院，吼，啊，伊有出一本册，吼，迄本册叫做在上帝在时间里，吼。伫即本册内底，伊有讲到一个故事，外国人嘛，伊拄仔来台湾，伊拢服侍伫原住民的教会，甲服侍伫台湾神学院。啊，台湾神学院伫迄个阳明山迄个所在嘛，所以伊爱坐公车去哩嘛。啊，你知影咱台湾的公车司机好诶就好啦，啊若无好诶安怎？吼，你坐过公车就知影，啊，佮甲你咪讲，为什物无搞市零？伊就要迄落吼。一个外国人拄着这嘛是惊足惊呀！伊就讲哦，那会遮歹啦吼，好，所以伊就伫遐有一个人来请一个牧师来甲伊载啦。伊有时阵去原住民的山顶吼，去遐讲道探访，甚至去迄个教会服侍。即个马牧师，互即个原住民的牧师载的时阵，吼，原住民牧师足乐天嘛吼，迄山路伊拢你敢互原住民载过？伫因的山路顶面，慢吼有足厉害无？足厉害！伊可能喺里面甲你讲话，急转弯也无你刹车吼。伊就是吼安尼载，嘿，原住民牧师足欢喜，一直甲伊讲话，啊，甲你讲，你知道吗？哦，你看那边的山，然后佮转弯安尼。马牧师惊到拢毋敢讲话，一路惊到受不了啊，弯弯曲曲的路吼，惊到伊拢毋敢讲话呢。迄个去安尼，亲像安尼的山路。然后就去遐服侍嘛吼，因为伊也是可能爱帮在迄个教会一段时间，过无偌久，伊就接着因的会友吼，因家的会友打电话来互马牧师讲：马牧师啊，马牧师，你赶快来帮忙我们教会来讲啊，怎么了？我们牧师出车祸了啦，他撞到树了啦。然后要回一个说，他是不是吼得罪神才会这样啦？然后我说，马牧师讲这不是啦吼，即摆要来讲，这为什么不是苦难吼？伊遐回友吼七嘴八舌讲吼，这牧师吼一定是吼安怎平常安怎吼，所以吼较会出现安尼信用无坚定吼，上帝处罚啦，互伊拄着安尼苦难，互伊出车祸。伊平常时啊，就是安尼塞车，好不好？所以马牧师说，是他平常开车就这样，这绝对不是意外，是意料之中，好吗？在意料之中，你平常时的习惯呐，迄是习惯问题，嘛毋是信仰的问题。哦，信仰当然是咱每一个人对上帝，但不过伫习惯内底，咱爱看见，哦，这个其实是意料当中的苦难。可不可以避免？如果他是意料当中的，是不是要改过就会避免了？对呀，所以他就这样劝勉，或者有说，无你真正关心你的牧师吼，哎呀口渴，车莫驶遮紧，安尼就好啊，吼，就是安尼哈。有时阵苦难嘛是安尼啊，吼，所以这个马牧师的亲身经历嘛，会当互咱来反省啦，吼，反省啥？这个灾难、苦痛、病痛。有时阵毋是意外呢，有时阵嘛毋是上帝要互咱的旨意呢。有时阵伊只是来甲咱提醒讲，嘿，坏习惯要改一下，半夜不要再滑手机了，吼，而且吼，不要再看这么晚了，不要再熬夜了，吼。有时阵拢是伊甲咱咧提醒啦，吼，这拢是意料之中。咱累积伫咱家己身体，累积伫咱家己心灵。造成的苦难甲危机啦，吼，就亲像熬夜无困啊，吼，亲像你焦虑过度、自律神经失调啊，吼，济伤济会无疗效，吼，你知道不饶恕的心灵会让骨头干枯、酸痛，吼，所以有时阵，这圣经的提醒，毋是
毋是白白安尼甲你提醒呢，伊是真实的，真实的甲咱讲，这真正是累积在我们生命中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叫做完美主义，完美主义会来要求你，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过久，你的心血管会负担不好，会无力，所以其实这就是医疗中啦。为什么是医疗中？我要讲这个见证，这是一个民宿的姐姐，阮教会最近办一个退休会，是甲青年因去垦丁，因拢饲宠物，所以因拢爱找个有宠物会当大个迄个民宿。迄民宿佫遮好呢，迄宠物，迄游泳池是互宠物的，毋是互人的。而且游泳池正方形，迄狗仔拢伫咧游泳，人拢伫咧看安尼。哇塞，真好！迄宠物游泳池，阮就甲这老板讲阮等下有一个灵修会阮可能要借一个场地。讲灵修会吗？好，伊就甲伊工作室打开，啦，就像安尼，有一个大大视频机，真是一个教会。我说哇，你们是基督徒哦？说对。我是基督徒，平常伊拢用这个工作室，除了伊咧做工课以外，伊嘛用这个工作室做敬拜，然后做因的团契的小组的一个训练安尼。我讲哇，真是棒！我们真是来对地方了。我嘛唔知伊是基督徒，是很羡慕那些狗可以在那边游泳而已。嘿呀，然后伊就甲阮分享，甲阮分享讲。伊为什么会来做民宿老板？结果就变成伊来教阮灵修会、退休会，换伊来讲伊的见证。伊就是安尼，伊就是伫意料中的意外。伊过去50岁进前他现在是60几岁了，看不太出来。伊意气风发伊是一个管理公司的主管，主管单位的人伊是嘛是过度完美主义者所以，伊拢要求他的员工，要求盯着看着报表，伊若行过迄个员工的边仔，员工拢爱足惊伊安尼又严肃，佮足完美主义的一个人但是即种人伊下班伊着你兄我弟呢招的招伊遐的老板啥去应酬呢，喝酒应酬然后又觉得自己很大气人家借钱伊就借伊安尼，所以到尾伊即个公司因为伊安尼完美主义又大气又喜欢你遐我弟，佮欠足侪钱，你想这经营的安怎？当然无好啊，所以就规个拍落来啊。伫伊委曲求全，伫伊嘛无钱的时阵，一无所有的时阵，伊遐狐群狗党敢会伫咧？没有了，没错。所以他一生病之后，他才想到，他小时候有去过教会。伊足细汉，伊伫迄个足风光的时阵是无去教会哦。伊迄个时阵，他想着讲，伊捌去过教会呢，伊捌甲上帝祈祷过呢。所以伊就伫迄个足破病的时间，甲上帝祈祷。慢慢啊恢复，慢慢去想伊过去咧过啥物生活，就亲像迄个嘉协小姐姐共款，伊开始咧透过圣经话，我一段一段甲伊带出来，伊较发现一件代志，原来耶稣拢无离开伊，耶稣拢咧等伊回家，耶稣在等他回家，所以伊较开始想讲，伊要开一个民宿修复他自己。伊为虾米对狗仔遮好？伊家己饲50-60只狗仔，哎呀，伊爱遐狗仔，伊知影上帝爱，所以伊饲遐狗仔。所以你知影，伊嘛是安尼修复，伊嘛是安尼修复自己，伊嘛伫遐做伊的灵修，渐渐，这个病痛无离开伊哦，伊有患心脏病哦，但是伊知影，伊不要再逃避这些苦难，他要开始修复自己，早睡早起。他要用正确的方式，用正确的代志、正确的方式，来恢复家己的身体，甲伊的病痛来共同存在。上重要的是，甲基督的关系哪来哪好。这就是伊恢复会遮紧。然后伊的心情会遮好的原因，
所以伫迄届退休过吼，伊嘛是用中古世纪的一个灵修方式在灵修啦吼。伊就教阮讲吼，伊当然伊的过去的遐个受伤的记忆会出来，过去遐伤害伊吼，互伊无法度去面对的记忆会出来。这时阵，伊就目睭开开，吼，咱每人目睭开开，然后深呼吸，停者了，心内、脑袋也是喙里面讲主耶稣，上帝的独生囝，吐开的时阵讲，求你怜悯我。搁一摆，深呼吸，主耶稣，上帝的独生囝，吐开，求你怜悯我。搁一摆，主耶稣，上帝的独生囝，求你怜悯我。伊大概拄着代志的时阵，伊遐无好的记忆拢转来时阵，伊就用即句话来做家己的灵修。伊甲遮的深呼吸吼，伊拢搭一个叫做深呼吸，甲伊的工作室拢搭掉咧，提醒伊家己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活伫上帝的怜悯的内底，活伫上帝的疼的内底。因为耶稣在陪伊行即条辛苦的道路，吼，所以咱会晓知影的是，吼，苦难要完全的消失，吼，就是亲像迄血流的女性哦，12年的血流，也是倒伫迄毕大誓词边仔遐变水的人，因要完全的消失，迄是上帝的主权啊！上帝的主权，甲人极大的信心，才会当来成就的代志。当然有啦，有即种代志，毋过还极大的信心。但有足侪时阵吼，苦难吼，绝对是甲人类的生命共同的生存吼。因为耶稣家己嘛是安尼经历过啊。耶稣非常知影人类一定是会有即个苦难的，吼。所以咱无法度去选择。咱无爱去承受，咱爱选择要用啥物方式来承担，甲耶稣做伙，甚至互耶稣帮助咱做伙行过即段的苦难，吼，甚至互伊当做一段祝福，吼，互伊当做一个祝福的记号，吼。所以咱会当来想吼，当咱想要逃避。我发生这个，我无要接受，我无爱面对罪咯，就像迄个企业家、迄个民宿老板，原本伊就逃避，伊无爱面对，吼，就是互苦难甲罪，吼，扩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你知影即马做癌症吼，其实嘛是因为咱无要承认咱伫坏习惯的内底，我们要逃跑，我们不想要承认，但是迄个苦难甲罪。伊就会慢慢扩散在生活空间里。检查有时阵，咱目睭暗起来，无想要看到别人的苦难。啊，这就是断绝人甲人中间互相帮衬的关系。检查有时阵，吼，咱嘛会好人讲，吼，我爱心过了足好哦，我拢无拄着苦难哦。其实，迄阵咱的心已经亲像石头遐尼硬啊。其实对感情嘛拢无反应啊。遮以上的表现，拢是咱心灵受伤过了后，无要处理，啊，就真紧就会出现意料中的苦难，就亲像在马约翰牧师迄个牧师共款，我是平常在洗车，啊袂要紧啊，啊结果就弄着手啊。这都是咱来思考的代志啦，吼，咱来思考的代志，像我嘛拢熬夜啊，这嘛是我爱去面对的一个生活态度啦，吼。所以，那这个心灵，咱来了解，苦难就是咱生命的一部分，有时阵是咱的习惯，吼。啊，咱就爱来选择要来举什么款的食物价，吼。苦难在提醒咱爱做啥物，吼。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啊，哦，这里
苦难要提醒我们要去做的什么事情。苦难有时候是要提醒我们去对抗。除了对抗我们自己不好的习惯，对抗那个熬夜滑手机，对抗那个不定期吃饭，对抗那个心里很多忧郁的自己之外，苦难也会发生在幼小的孩子身上。像这个是凯凯案，有没有？对。苦难也是要提醒我们，这社会公益我们要，这社会公益咱爱去看，咱爱去关心，咱爱去注意，因为咱若无去看、无去关心、无去注意，这个苦难有可能有一天，伊会变成一个大伤害，来伤害到咱家己的生命状态。伊对别个囡仔会安尼，这个社会结果无去注意，伊对咱的囡仔嘛是会安尼。所以这是要提醒咱爱去对抗迄个无公义的苦难。这是一部分。第二就是苦难，嘛是咧提醒，咱爱来磨练，咱来磨练上帝，互咱的心智，就亲像保罗共款，保罗伊3届的宣教过程，伊拄着传染，伊拄着压迫，互罗马人掠，互犹太人糟蹋，遮个训练拢无互伊离开耶稣。这嘛是对咱信仰的训练啊，嘛是亲像迄个伫离婚中间行出来的姐妹的训练，嘛是迄个民宿老板走出来的训练。咱字比较小。可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念好吗？这段经文，罗马书5章1到8节，你要用华语、用台语来念都可以。来，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咱已经对神来称做义，咱对信耶稣、信上帝、信神称做义，这个耶稣基督来甲上帝和好。这叫做称义。这个称义的过程中间，也靠着上帝、耶稣、信神对神来进入现在即卖稳定，阁有愿望来期待上帝欢欢喜喜的来临。毋但安尼尔，就是伫即个患难中间，咱嘛欢欢喜喜。为虾米？因为患难会生出吞忍，吞忍会生出老练，老练会生出啥？愿望，愿望也无得见效，因为上帝会听，要赏赐咱是啥？圣神会灌压伫咱的心内底。因为咱腰骨软弱的时阵，耶稣基督替咱罪人来死，替义人死的检查有，但恶的有。替好人死替人人死的检查有人敢做，那是上帝显明伊家己本身的疼痛。伫咱犹阁是罪人的时阵，有一个人敢为咱死，迄个就是耶稣，伊的疼就安尼显明啊。所以伫苦难的中间，嘛是咧甲咱提醒，这是咱亲近上帝最好的期间，因为伊已经甲咱承担上痛苦的，甲伊做伙行。最后一个提醒是即个苦难激发咱
对人甲人的共情甲同理心。过去我伫德心教会伫高雄德心教会，阮伫做陪伴一个事工时阵，有一对翁仔某，即个先生已经肝癌末期所以整个很严重。伊有一个太太，佫有一个足细汉的囡仔。即个先生伊饱受即个肝癌的侵袭了后，伊甲因某讲一句话，我嘛徛伫边仔，伊讲：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从来毋捌想过我会得即个肝癌，但是透过即个肝癌，拍开我的心，看到一件代志，互我对上帝完全的熟悉。若毋是因为我得着即个癌症，我无法度看去倒伫我边仔即个10几岁的囡仔嘛是肝癌，我无法度看到伫我边仔照顾遮的人，我无法度看到原来有遮侪人甲我共款，我无法度看到。所以，即位得癌症的即个先生，伊选择，你看伊眼光都无共，伊选择共情去看到伊身边的人嘛是安尼，所以伊嘛鼓励伊的太太讲：好，咱就做伙来面对吧。虽然伊的生命就是结束啊，真正结束，但是对伊的太太影响，对伊家庭的影响足大，因为伊理解。伊共情，伊知影上帝嘛是安尼经过苦难的上帝，所以伊嘛因为安尼发现到上帝甲伊同在的恩典，得甲伊提醒，得甲伊陪伴。所以佫一摆甲咱讲，苦难毋是要来甲咱甲上帝隔开。苦难是耶稣嘛伫苦难中，甲咱亲像山顶的脚印安尼抱起来，抱咱做伙行过，永远无甲咱放弃。伫咱经历过苦难以后，也是当得甲苦难共同生存的过程内底，咱的生命会成做别人的帮衬。咱经过的黑暗，咱经过的苦难，会成做别人中昼。迄个足光的日头，甲伊照亮起来，互伊鼓励，互伊更有信心，行出伊家己的苦难内底。上帝拢无甲咱应允过的一件代志，叫做咱的生活永远无苦难。上帝无安尼甲咱应允咱毋是迄种有求必应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永远都有苦难，永远都有风浪。连他自己都钉在十字架上，但他的应允伊的应允有一件伊要互信靠伊的人安尼。再回来念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6章33节，请。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有复活节啊，所以耶稣复活了把那个大能救赎的力量在我们生命里。没错，我们还是有苦难，但这些苦难的里面，伫这苦难的内底，咱会当把这个苦难的心、痛苦的心放落来，因为伊替咱赢过这个世界啊。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我感谢你，想赐你独生圣囝主耶稣。来到阮的中间，成做阮的帮衬，互阮知影生活中总是有苦难，但阮更加知影的是，你是阮得胜的倚靠。主啊，检查即摆，阮伫活伫即个苦难的内底，阮有辛苦的病痛，阮有经济的需要，阮有心灵的忧伤，甚至阮有无好的歹习惯。主啊，这你拢知影，但恳求你一步一步甲阮引带。透过你的话语，你的帮衬，互阮专注来跟对你，甲你做伙，互你的十字架。阮知影即个十字架是咧帮衬阮做伙向前行的，因为你嘛做伙咧承受。主啊，互阮做伙伫你的内底，行出即个苦难，甲即个苦难共同生活了后，
忍耐心吞忍，吞忍心老练，老练无力到见效，因为迄有上帝阳光的冠冕要挂伫咱的头壳顶。主啊，这是你荣耀的冠冕，放伫大桥教会每一个兄弟的头壳顶，互因知影军队耶稣是上大的瓦靠。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咱感谢牧师的分享，互咱靠耶稣基督面对咱。咱即时咱做伙来唱回应诗612首，经有好歹变化无定，咱做伙起立来吟。请坐，咱做伙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的回应，但是你是新来的朋友啦，请你毋免勉强。咱做伙起立。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心，
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在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游玩徛咧，做伙来吟上用的信息。信息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选，咱请牧师来为咱祝祷。咱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会疼痛甲平安充满伫大桥教会的兄弟姊妹身上。愿主圣神会恢复甲开力，充满伫苦难中的兄弟，互因的病痛，互因的经济，互因的需要，拢互主上帝来充满。愿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满伫大桥教会，互因日日加添上帝5万甲开力。互牧师、牧师娘、兄弟姊妹，行伫上帝恩典道路顶面。阮安尼祝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或者咱下昼，咱艺术节小桌，请恁老婆伫遮，咱要练歌。